邁進新領域，聯繫教育未來。我哋而家做一個交通工具裏邊發生嘅現象。而家呢個車，呢個當乘客，當佢喺車站零速度開始踩油出咧，呢個樽咧就會向後跌嘅。當架車得迫力嘅時候咧，佢哋會向前衝嘅。點解咧？根據牛頓第一定律，個物體喐得嘅咧係保持喐，除非有個外來嘅力咧係唔俾佢喐。同樣道理咧，呢件物體咧係向前行噶嘛。咁你一得迫力咧唔俾佢行咧，但係佢有慣性力係推緊佢行嘅，所以你架車唔行咧，佢個物體咧就向前行。咁造成呢個現象咧，一個向後跌，一個向前衝。所以咧搭車嘅時候咧，有安全帶咧，我哋要攬安全帶，同埋緊握扶手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向後跌或者向前衝。同學仔考考你，我哋搭地鐵嘅時候咧，架車開車同埋停車，我哋個身體點樣去平衡自己？根據牛頓第一定律咧，係有個慣性力產生嘅，所以我哋開車嘅時候咧，個身體咧應該係向前側，煞掣嘅時候埋站咧。我哋咧就向前衝嘅，所以個身體咧就向後傾斜，咁平衡到自己，又唔好跌親。